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句俗语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大家做伙讲一句。我是 Lisa， 咱今仔日要介绍的一句俗语是这句：骨力吃力，扁担吞烂。阿姊，你哪有四手仔通好食？阿母予我的啊！阿母是安怎予你四手仔拢无予我？因为阿母讲我即摆考试考了真好，这是予我的奖励啊！我嘛想要食，敢会当分我一寡？袂当！吼，你拢无分场，阿母敢毋是拢甲咱教讲爱会晓分场？毋是我袂晓分场，是阿母有交代袂当分你。是安怎袂当分我？因为阿母讲你考试进前拢在耍，无好好啊认真读册，即摆考试嘛考了真差，所以不准我分你食。啊，我嘛想要食啦，袂使，这就叫做骨力吃力，扁担吞烂。你去边仔吞烂啦，后摆好好啊拍拼才有通食啦。骨力吃力，扁担吞烂，这句俗语的意思是咧讲。骨力的人才有力子通好食。伫古早时代，力子是一种真珍贵的食物，毋是大家拢会当凊彩得到的。所以只有认真拍拼的人，才有可能会当得到这好物来享受。反头来讲，若是笨蛋，无想要做代志，结果就是啥物拢无，只好吞家己的喙烂，目睭紧紧看别人食。其实这句俗语毋若是咧讲食物尔。伊嘛是咧甲咱讲做人的道理，咱即摆所得到的成果，拢是咱平常时的付出所累积出来的。若咱愿意一步一脚印的去学习，脚踏实地去做，虽然可能无法度随看到成果，毋过总有一天一定会得到回报的。若是定定想要磨费学物件、做代志拢无认真。安尼时间一久，你就会渐渐发现别人拢已经修成啊，你煞也是双手空空，啥物拢无。所以这句俗语就是咧劝人爱认真、爱骨力，不管是做工课也好、读册也好、学才艺也好，若是有付出，就有机会会当得到好的结果；若是笨蛋，就敢若会当牺牲别人尔。好，安尼大家应该拢有了解骨力吃力、扁担吞烂是啥物意思啊？吼！咱最后用一句话来甲这句俗语讲出来：骨力吃力，扁担吞烂。天公伯啊，有在看，肯拍拼的人会得到好成果，毋愿做的人就无通收成。今仔日这句骨力吃力，扁担吞烂介绍互大家知，希望大家拢会当骨力拍拼，得到属于咱家己的日子。我是 Lisa， 今仔日影片就到这了。看我的影片有什么抓起赞，该分享出去，也别点我观众朋友慢慢支持啊！点我的微信通，按赞的时候上线评论低哦。另外 Lisa 冇 Facebook 跟 Instagram 麻烦老保持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啦，后一个节目再会。